Hello，我叫 Terry 啊，大家識我嘅人都叫我細 Ter 嘅，我係一名專業舞蹈員，平時興趣我係比較深閨嘅，咁中意睇下動漫啦，同埋屋企打機，發覺自己頭髮上面慢慢稀疏，係啦，同埋個髮線咧有少少向上移嘅跡象啦，自己又唔想咁快顯老態，照鏡望到頭髮開始笑咧，都唔係咁開心啊，都成日迎住嘅，得閒又會照下個頭咁樣，見到呢個 program， 咁朋友好似都有試過嘅，效果幾好，所以自己又 join 咗呢個 program。植髮就係喺頭髮後面攞啲毛囊啦，直接種喺冇頭髮啦，或者甩緊頭髮嘅地方，咁就令到個頭髮植完之後唔會甩啦。之前係未有做過任何植髮類嘅東西，因為都有啲擔心啦，同埋有驚痛之類，係啦。我有試過一啲坊間嘅supplement啦，防脫髮嘅，咁都有試過一啲洗頭水啊，或者係搽頭皮嗰啲嘢嘅。試咗幾年，我覺得都冇乜明顯改變啊，所以就試下植髮啦呢次。有個朋友都有講過，同佢食飯嗰陣啦，佢話：見你頭髮開始有單殘落嚟嗰陣，見到頭皮咯咁樣。第一下感覺聽落去就有少少唔開心嘅。我女朋友都同我講，發覺個頭髮好似開始有稀疏嘅感覺，呢2年會聽到越多咯，老態出現咯，有豐滿頭髮會年輕啲。我都係一名舞蹈員啦，成日都會台上面工作嘅，試好多造型啊之類，頭髮唔夠多咧，發覺係冇乜造型可以做啊，gel 頭啊或者頭髮一濕啲咧，同埋又比較少，好難做到好多造型咯，只能做一個最普通嘅，係咁將頭髮向前梳啊，去冚住自己 M 字額。所以如果有豐滿頭髮嘅話，就唔使擔心咁多問題。喺呢個療程咁，我主要就會做我前面 M 字額嘅地方啦，希望可以見到條靚啲嘅髮際線咯，消除呢個 M 字額嘅困擾啊。有少少緊張嘅，未試過呢個 treatment啦，其實都係個手術嚟嘅，所以都好驚痛嘅，都好期望見到自己做完之後再有自信啦，後生啲咁咯。咁醫生畢竟都非常專業啦，同埋好耐性咁樣去解答我嘅問題，當中好多我嘅疑問啊都消除咗嘅，起碼今日可唔好咁緊張咧喺個療程上面，希望今日可以順順利利過到個療程咧。咁成個植髮過程咧係用咗2日，每一日個過程都係一樣嘅。首先早上咧，我就會喺後邊個捐髮區度攞頭髮先，咁醫生就會做呢樣嘢啦。咁中間我有 break 嘅，好輕鬆，咁可以自己食飯啊，自己坐下休息下。之後咧，我先會做植髮區嘅植髮，分開2段時間前後嘅，早上晏晝2日都係一樣。醫生每次過啊，每一日做唔會超過1000條啊。醫生嚟講，佢都可以集中好多去做呢件事啦。成件事就用嘅時間唔係好多，都唔會特別辛苦嘅，係好輕鬆就過咗呢個日啦。開頭我都覺得會想像好血淋淋啊，好痛啊，痛楚嘅時間冇長，到依家為止真係完全超乎自己嘅想像，係好輕鬆。醫生嘅手勢 very good 咧，唔係賣廣告嘅，因為普通可能大家覺得植髮咧就咁插啲頭髮入去啫，但其實我覺得都有美感喺度嘅，係咁醫生就有根據個頭型去調整我嘅髮線啊，或者闊窄嘅程度，同埋個頭髮向住邊邊插咧，我都有學問嘅，照鏡望下自己個頭啊，個角度所以又覺得都好襯翻，好自然。咁呢度嘅環境都好舒服嘅，喺手術室做完之後咧，咁其實我有自己嘅空間可以食飯啊，做乜都得嘅，而冇人打擾嘅，所以呢個空間我覺得好好啊。咁我而家植咗髮都around 11日啦，雖然叫做短短嘅11日啦，但其實每日都好期待啲頭髮可以生翻出嚟。親身體驗過咧，就發覺係完全冇痛苦嘅，都冇血淋淋嘅，如常生活，如常做嘢，完全冇問題嘅。唔舒服可能頭幾日啦，其實個唔舒服就係冇得洗頭嘅，洗傷口嗰啲咧，咁醫生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啦，都係早晚做一次，唔係太麻煩嘅。咁依家就等啲毛毛慢慢生出嚟，咁醫生就話頭髮會甩晒先嘅，之後生翻出嚟嘅就係叫靚嘅頭髮啦。因為去到最佳嘅效果咧係要1年嘅，見到啲毛毛咧開始生翻出嚟噶啦，有少少興奮嘅，慢慢見翻自己個 M 字額唔見咗，見翻條好靚嘅髮線嘅。喺香港植髮咧，咁最大好處就係方便，搭個車可能搭個地鐵都唔使1個鐘半個鐘內得嚟試嘅。有啲朋友咧翻大陸整，但佢哋完咗之後，我叫佢哋 send 啲相俾我睇啦，咁真係血淋淋嘅，係啦，同埋佢哋個康復期係比我想象中長好多嘅，係咁。我依家做完之後，其實有2-3日已經好翻，我啲傷口啊，所有嘢都處理得好好。可能醫生嘅手勢特別好啦，一做完我第2日瞓醒咧都係完全冇血出現，所以我覺得方便到啦。當然醫生嘅手勢啦，醫生嘅手勢都好唔滿意啊。所以其實我而家每一日起身都望住自己啲毛毛咁照鏡望下自己額頭啦，好想等佢快啲生翻長，好期待，係啦。睇下1年之後咁大家見到我頭係咩樣啦。